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圖書館智能讀書堅讀書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圖書主題係關愛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書係唐啟峰先生嘅作品《原來做大人是這麼不容易的》。唐啟峰先生喺書入面提到，人慢慢大個咗，就唔可以再好似細路仔咁隨心所欲去表達自己嘅感受。我哋對自己嘅要求會變得越嚟越苛刻，甚至變成欺騙自己嘅高手。就算個人已經好攰，表面上都仲要扮到若無其事咁，同自己講我冇事，一切安好。唐先生話喺成長嘅過程入面，我哋應該要強於不強大。咩叫強於不強大？即係話我哋要識得接受自己嘅情緒，同時肯定自己嘅能力，而唔係成日困喺情緒入面，睇唔到自己嘅實力，咁樣先至做到真正好好愛自己。當然啦，唐先生除咗講出大人成長嘅困境之外，亦有為讀者有到啲化解嘅方法。其中佢提到，好多人一長大就會中意咗去睇海。對於唔想將心事講出口嘅人嚟講，大海係一個好好嘅發洩窗口。睇住個海，你可以忘記時間，放空自己，唔需要再去顧及人哋感受，更加唔使強顏歡笑。喺呢個 moment，你可以將心入面嘅難過全部拋晒俾個海，令自己打開創傷，靜靜地等勇氣翻嚟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唐先生書入面講咁，喺成長嘅路上，為自己揀到一個安撫情緒嘅好方法。